喺廣州，如果你手頭上攞住40-50萬咧，你會揀翻同地段嘅樓盤少咧，定係喺呢度揦低頭輻射產權可以明火嘅公寓咧？今日咧嚟到荔灣嘅坑口呢邊睇個保利嘅項目啦。800米就係地鐵站噶啦，翻到海珠天河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對面咧就係廣百廣場，後邊咧就係花地河，而且樓下咧咁靚仔嘅小區花園。咁呢度咧2房3房全部都有埋，3房咧可以通埋天係可以明火嘅。咁會議係點樣？我哋即刻上去睇睇。哇！呢個真係離譜啊！55方竟然可以做到3房2個屎坑啊！你個價靚啲賣緊成5-6萬蚊方嘅住宅點賣啊？而且呢個雙面採光嘅設計，一樓仲好貼身，做到個準備房啊！55方都可以做到獨立嘅廚房，獨立廚房同樣都可以明火嘅。呢啲比樓盤少，唔知香幾多啦！全部都係有埋電梯，密度嚟講咧係非常之低嘅。咁呢度咧樓下就係小區花園噶啦，700米就係地鐵站，對面咧就係廣百廣場同埋花地河噶啦。呢啲真係攞住一套樓鋪小價錢就可以揦低呢套噶啦。你手頭上攞住62個就可以直接揦低呢套55方3房2衛嘅精裝嘅產權嘅公寓噶。如果你都想了解，評論區扣3個6，我打波發晒資料俾你。